我今天要来推荐这张专辑《亚维的梦》。那么亚维莫瑞在3年前呢发行了他的首张创作专辑《斯瓦西哥》，就找了我当专辑的配唱制作人。到今天我还是担任他的配唱制作人呢。那3年来，他持续他的母语进修，还有累积了很多的母语创作。他母语就是泰雅族语啦。你们看。这个就是他的第3张专辑《亚维的梦》，那里面写什么？第2小节。好，我真的觉得太过分了啦！我22年才发了3张，他3年就给我发3张耶！这个创作力未免也太惊人了吧！好，重点来了，3月31号在台北 Legacy 亚维莫瑞会有第1场专场演唱会哦。大家要买票支持好不好？听说会有彩蛋呢。3月31号，台北 Legacy 亚维莫瑞，我是何心碎。